嗱，好多朋友問我咧，點解一個工程嘅裝修咧可以係10幾萬又有，30幾萬又有，同一個單位究竟點解咧？其實就係我哋要分清楚咧，乜嘢係必須做，乜嘢係唔必須做啦，都唔會影響到咧入住嘅。嗱，今日咧我哋就嚟到海福花園啦，一個啱啱幫客人開始裝修打拆完嘅單位，就同水電師傅夾啦，就可以話俾你知究竟有冇邊啲嘢係必須做同唔需要做嘅。好，即刻上去睇下。打拆、水電、泥水、油漆、訂造家私呢啲都係裝修入邊咧必須要做嘅項目，但係咧有一樣嘢就唔係必須要做，就係換鋁窗啦。今日咧會做兩樣嘢，同電工師傅咧夾翻晒所有嘅電位啦。第二，同鋁窗師傅研究唔需要換嘅窗都可以整翻靚嘅方法啦。目標就係咧用最低嘅預算咧做到最好嘅效果。換鋁窗咧本身都係個大工程嚟嘅，拆啦、裝啦、封邊、防水、驗水，成個工程咧都要幾萬蚊嘅。但係今次屋住嘅鋁窗呢，冇生鏽啦，又冇乜漏水嘅跡象啊，只係一啲老化咗同埋一啲收口唔靚。呢種情況呢，其實就唔需要換鋁窗嘅，可以用換一啲膠邊啦、五金啦，或者做翻一啲油漆嘅收口。成本呢，大約係換窗嘅一半價錢左右，但係效果呢，就有90%呢係似新窗嘅。插蘇呢，就唔係越多越好㗎，係最緊要擺得啱位。例如電視櫃、電視、3巴、TV box、燈帶、書台、laptop、mon 啦、窗燈、睡房床頭、兩邊充電加床頭燈、空氣清新機，仲有好多電線會藏喺訂造家私裏面行嘅，呢啲呢就需要同工廠一齊配合啦。嗱，裝修咧就唔一定要用好多錢嘅，最緊要咧識得分輕重啊！嗱，有邊啲係必須要做啦，邊啲可以慳住做，但效果都係靚嘅。如果你嚟緊都煩惱緊裝修或者訂造家私咧，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啦。記得 follow 我哋 channel 啦，一有新片咧第一時間通知你。拜拜。